真的是 Super Junior 了呢 ，Super Adanas。好，突然觉得好冷清哦，突然觉得好寂寞了，剩下你们在陪我了。好，还要听吗？现在剩下我一个人啦。刚刚都唱很多就是专辑里面的母语歌曲，然后就带来一些就是还没有收录到专辑里面的中文歌曲啊，我自己写的一些作品这样，然后跟大家也分享，这样你们应该听得懂了吧？就是唱了1个小时多了才开始唱中文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就当作来出国好不好？就是来台东出国不远嘛。台北坐火车5个半小时就到了，比去日本还要近，有没有？好，这首歌《过生活》献给各位，过生活。